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也》，我係吳依容。今日來現場同我哋打載過嘅一位來賓呢，伊咩有過特別的故事哦。韓國伊係畫家，伊嘅畫呢，過奇妙大家會聯想到，會連接到身心靈吼。也特別有用呢個故事，我哋今日呢，如果有請伊來同我哋來講哦，伊路係畫家劉顯義，歡迎先生。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劉顯義。非常歡迎老師，係第一擺來到我哋節目嘛，吼。係。我哋今日更加當請到吼，因為先生係美濃泰，喺美濃出世，成長咩喺美濃。是的，美濃更加感覺，因為喺2-3年前，本來他也離開故鄉，2-3年前再個倒轉來嘛。咁美濃對應係用哪些素材？你感覺？美濃就是各有感覺、各有感情的一個地方，那是我成長的地方，是就像回到母親的懷抱的感覺。對。咁你係咪咩咁樣？就係嗰種差唔多我20歲加18歲離開家鄉。17歲。好，咁你係去到台北。好，咁係讀書哈。讀書上班就離開美濃。這樣子，然後有去台南，然後其他地方啊。咁你以前有學畫圖哈？很細就有畫圖哦。我很細就對圖畫各有興趣，然後我嘅先生也是很好的老師，我帶我哋對美濃每一個地方，各多地方去寫生啊。對，然後就學嘅時間，小學嘅時間，小學3年生，跟很有名的李登華老師學畫水彩畫。哇，古時候嘅畫圖其實係萬世都有嘅興趣。對，係啊，一直都延續到台到現在啊呢。咁而家還有上過去讀美術班啊呢？當然有上過啦，不過那個時候給他世界的主流的價值，就是覺得畫圖沒用啊，就是不會賺錢，然後自己也是還小嘛，就對自己也不了解。所以呢，就沒有辦法掙脫這種主流的價值，還是留在體制內，然後就選擇一個其他的科系。咁老師，你後來是投入去做哪方面呢？像我跟我讀嘅有關係呢，像營養顧問中心，就是減肥的。係哦。然後就是也是一樣，有一些很有趣的經歷啦。對。咁你後來喺工作嘅時間。都冇畫圖下擺嘛相同會畫。係哦。對啊，相同有畫還是蠻喜歡的啦。對。所以這個興趣其實沒有間斷。沒有。咁人家畫圖係畫用哪個水彩還是？還有上個時間就是讀書的時間，就是畫那種時尚的，就是對，然後慢慢的就畫風景啊什麼的這樣。後來有去跟一個這個大師，就是對我影響很大的謝明昌老師，學那個水彩畫。對。給他哪個時期開始學畫圖？給他應該32歲吧，40歲嘅他嘅。人家還有上愛畫，表示你對一個興趣真嘅冇上愛團係呢？對啊，還是有想象的空間。還是有夢想。30-40歲嘅唔會想講，我下一擺退休誒，愛來畫圖嘛？你有這個想象嗎？沒有，但是後來就是經歷了很多的事情，後來又過來畫水彩，就是跟謝明昌老師學嘛。那我跟他學習的過程有很多的收穫，那也感謝他這樣子。你感覺今天嘅收穫係乜嘅？就是了解水彩的技巧嘛。這個是很重要的，就是怎麼樣去欣賞圖畫，而用看這個圖畫，然後怎麼樣去表達這樣子。因為變咗講，唔夠專業嘅畫圖嘅學習，其實係30-40歲開始嘅，因為你中間都唔係科班嘅嘛。對，係過後畫。唔過萬歲有發現自己會畫圖哈。會啊，因為我很細畫比賽都第1名啊。唔係唱好畫，係真嘅畫嘅喜好誒，嗰種自己係咩第一？第啊，他跟你攏第啊。咁難怪哦，這個做路發現，這是我擅長的事情。
也是喜歡的事情，蠻喜歡的事情。後來儂會轉變做畫油畫呢？因為後來我想要幹就是我要表達的事情，我感覺水彩是比較不好表達，因為水彩比較難掌握。對，那我畫的題材，我想可能油畫比較好掌握，所以我就改成畫油畫這樣子。貴州畫油畫係哪個時間開始的？有幾多歲哦？安尼講因為底下矮年齡，唔怕充電還看不出來。差不多也是40-50歲吧。剛好想講後來轉變畫圖嘅媒材啊。那你的媒材改變呢？你的題材也改變，超嗎？有改變，很大的改變。因為後來就是突然覺得，就是有一個服務的概念。就覺得說，因為我們看過多年的突發，我們有的時候有些比較敏感，我們一看突發時間，如果看到那些圖畫，可能有一些負能量還是怎麼樣，就是說我們的頭會痛啊，或者是心跳的不舒服，然後我就覺得說，我不想畫這樣的圖畫，所以我希望我畫的圖畫，不僅看到會尷尬，反正心就是你浮躁的心會沉靜。然後你會有一種被鼓勵啊，或者是被擁抱，或者是被理解，就是那種美好，那一種安靜的感覺。你看敏感的人，就連看到畫都會頭痛的。會。嗰種你又有安尼嘅能力，你想講講我嘅畫要帶本人嘛嘅，如果想到我要本人正能量，安尼更加都有看到。就是真的是很正能量的。對，所以我就是把服務跟我要傳達的訊息結合在一起。剛剛同人哋講一下葉亮福，係誒嗰座畫嘅係葉福。係啊。佢係差不多1多年前，大概。2022年，毛毛鬼叫啦。毛毛鬼叫，因為老師過去呢，正經開始編奏發嘎，應該可以這樣講，係葉亮3年前的事情，其實很近期耶。對。可是我之前都一直有在發圖啦，有在發，但是跟他比較沒有找到方向，會發哪個東西這樣。葉亮上面我有按那個找到方向，屯幾多米路沒有關係。目前過了以前就已經有這樣子的想法了。那葉福方屯安，你介紹一下好嗎？就是我喜歡那個抬頭的這個姿勢，它有一點就是對，就是常常有的時候我會看着天，然後呢有一種向上看的那種感覺。那矮兄都講啊，我們每一個人明明對現實的生活中打滾，就是在追求物質啊，或者是有一些責任啊、壓力啊什麼的。我們常常都會忘記，有的時候我們抬頭看看天，想一想我們跟天的連結是什麼。那我們這一段路走來，我們得到了什麼？有沒有失去了什麼？比方說我們小時候的那種單純的快樂，那種純粹還在嗎？我們有沒有丟失了這個部分？對。那所以這幅畫叫做初心，就是找回自己最真實、最原來的那個簡單的、純粹的心。雖然我們在這個忙碌的現實的社會裡在追求這些東西，可是那個最初的自己不要遺失掉。對。那這個是精神層次的說法。那當然，畫面的本身的話，那個鹿就是代表功名利祿的那個鹿，福祿壽喜的鹿。然後那是喜鵲，然後一個月亮呢是圓滿嘛。那這個黑暗的夜跟不是這個黑暗的夜，還有這個柔和的光、沉靜的夜，就是讓人家感覺到就是心情會比較沉靜這樣子。就是說它除了畫面本身的好的含義、祝福的含義之外，它深層的就是希望人家找回最初的那個心。剛當初喺前面度嘛嘅，是先想到頭都講誒，頭拿我起來嘅這個仰望誒意象，還可以你會顯，像這一幅畫前面都會黑柔和的月光，還可以錄嘅，還可以喜鵲。你很用的去先測呀，按那些構圖誒。這幅畫可能因為我不小心看到一個圖片，我看到有一隻鹿，就是這隻鹿的那個姿態很優美。
對，然後我就聯想這樣子，所以要有想象力的。然後自己就把它按來組合起來。也幅畫畫個一舊完成。我沒有辦法算時間，因為就是有的時候畫一下，有的時候畫一下，其實畫蠻久的，而且感覺有點不是很好畫。對，因為我希望把他的臉畫得很漂亮啊，所以有稍微花了一點時間。沒磨急，如果有靈感、有想法，如來畫，然後也不是一次要把它畫完。因為我希望這個圖畫傳達出來的是一個很好的感受，所以我在畫這個圖的時候，一定是在自己的身心最良好的狀況之下，才會去畫圖。我每一幅圖畫都是在這個良好的狀態之下畫的。對，因為我也哈有按呢身心平靜呢，讓按呢畫，那有可能本人正能量。對，因為我唔會對心緒唔會時間畫圖啊。有的人可能會幹畫圖當做還呢就是療癒自己。對。但你是要療癒，所以也可以療癒別人。那我是希望它傳達出來的是可以療癒別人的，所以它一定要是比較有一個美好的狀態，然後畫出來的圖啊，傳達的是比較好的感受，這樣。那因為我相信這一種訊息的傳達。對。阿雅給他初心，阿雅瘋了。這幅叫做問啊。這個就是跟我的經歷有關係吶。比方說，我有一段時間，經歷了一些困難的事情，然後我們家附近有土地公廟嘛，我每天呢都去問土地公同樣的問題，問到土地公都覺得很煩。其實這隻鳥代表的就好像是我，也像是芸芸眾生，每一個人常常有的時候為了一個問題一直在問，一直鬼打牆，找不到答案。然後這個佛像他的笑容就是很篤定的知道這個答案其實在你的心裡。對，你可能就是不需要去一直向外問、向外求，那可能就是向內看，在答案在你的心裡面。那這個尋找向內看的這個過程，也是需要去學習的。真的可能會本人有心會沉澱下來的個感受哈。咁其實還有話，伊就講，可是日本人會感覺身心會平靜，不過呢冇佢用嘅主題，人哋都下一段個繼續來打嘴鼓，先聊一下。非常多做來福起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油畫家，伊嘅畫呢非常特別，也係流行嘅畫家。吼，伊嘅畫呢，我本人感覺講身心靈會有一個沉澱嘅感覺，還個有正能量。我哋好多看到一個亮佛，如係初心，還個悶，真的看了就是會沉澱呢。對。剛剛你這個畫圖會有某個儀式哈？雖然你說當下要身心靈是沉澱的，可是你會有一個儀式感嗎？可能就是不用那個很沉靜、很慢的那種音樂。對。然後進入另外一種狀態。對。然後但是發圖的時候是很享受的過程。對。然後就是用喜悅的心。然後就把它畫進圖畫裡面，這樣，因為這個過程其實是很享受啦。因為如果想到充電唔免愛做一件事情，好也唔好，嘛個如何好誒，如何提拔出來，也論藝術的意思啦，吼。應該是。剛才後邊還有一幅畫，唔免同人哋介紹一下好吧？這幅圖畫很多繁華似錦。那像迷人影都希望自己有一個繁華似錦的前景，這樣子。就是說我比較關心的是說，你怎麼樣去走過這個過程，怎麼樣走到繁華似錦的這個過程。這個過程底部，你還沒有讀到過多事情，就是說有可能會有一些困難啊，或者是有一些快樂的、不快樂的，然後這些失去的或獲得的，有可能會是未來的生命裡面可以給你勇氣跟養分的東西。所以繁華似錦是個結果，那這個過程我覺得是蠻重要的。這樣，所以這幅畫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
提醒，每一幅畫其實都有提醒的含義，還有祝福的含義，這樣子。偷嘅係兩隻孔雀，還個愛佢風佢鬧嘅花咧，家嘅常常要係用嚟偷，因為唔服路有通溫咧。係唔過好通溫，還係對人嘅常常係用嘅。不是因為很愛動物的這個發想，而是覺得兩個靜止的東西有一個動物的感覺，好像更靈活，就是有那種更靈動的感覺。所以我通常都會改咧會動的東西，不是會動的生物這樣子，或者是蝴蝶啊，或者是有好的含義的東西這樣子。通常要的東西對中華文化底杯。很多我畫的圖畫裡面都是有那種很好的含義的，就是從千百年來人們對這些東西投射的那種集體的意識是美好的，然後呢是就是吉祥的，那他們會有累積出一些象徵跟能量，所以我只相信這些一直以來人家相信是好的東西的那種，它會有那種象徵的含義跟祝福，還有真正會有能量這樣子。你喺某個時間開始，發現到對呀的會去注意到。因為在成長的過程，一定會有遇到一些挫折困難嘛。那因為我很細時節啦，3年生的時節，我有一次走江的呀，我突然發現，奇怪，為什麼會有我？我在這裡幹嘛？然後就剛剛怪奇怪啊，就對自己的存在很疑惑。然後從那時候開始，可能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疑惑，所以呢，我就一直對那種生命啊、靈性啊、存在啊、什麼富有哲學議題的東西，會有一種動力去探索這樣。剛剛你哲學啟蒙很早呢，小學3年級，因為嗰當年可能都過太嘅，然後有按那個，甚至可能一生引入夢。那我會覺得很可惜。其實我很細時間對嗰種事情都夠有感觸。那美濃這個環境是提供了我很多跟大自然接觸的機會。所以呢，我感覺大自然也是讓我很有感覺，這樣。唔凡是係用哪些聲音的呀？係鬼嗲咩？還係鬼牛誒？係啊，鬼活潑呀。鬼活潑，然後鬼多愁善感。鬼活潑唔歸於鬼多愁善感。然後又對鬼多事情鬼有感覺。鬼有感覺，可是那時候還小啊，很多事情你找不到答案啊。比方說，我會看着夕陽，然後心裡會覺得有點惆悵。可是我那麼小，我也不知道我那個惆悵是從哪裡來的。對，甚至無法定義它是惆悵嘛，因為很特別，就剛剛心情冇嘛好用哎。安靜沒有，因為通常很活潑的聲音呢，可能比較不會多愁善感。不過你壓量部分如有啊？有啊，就是有動的，也有那個安靜的啊，這樣，然後很會去表達這樣子。對，然後現在也是一樣啊，常常會跟人家分享我對一些事情的感觸。對，後來我就把它畫在圖畫裡面，這樣。古時候有幾多對一條事情嘅韓國對可能人生，對於我是誰，我為什麼存在，安尼一幅，如果用藝術的方式去表達出來，安尼。不過廿幾次啊，如係幾多人只有停留在抒發。我的疑問，因為我感覺藝術都會提出一個問題，可能沒答案安尼。不過我還會想愛本人，如果講愛服務，我感覺這個蠻有趣的，就係幾少年我會想講愛畫圖係為到愛服務大家。我沒唔知啊，我這個服務的概念是怎麼生成的？但是我一直認為說啊，那一路從小到大，我們所有的外在的學習，或者是我們內在的成長，我們所有的遇見。最後呢，就是為了要自我探索跟成就自己嘛。那你有了這些結果之後，要幹嘛嘞？就是服務啊。你要把這些你所知所學所能，最後回歸到眾人的身上，我覺得才是人活着最存在的最大的價值啊。所以這就是應該是我服務的一個那個起源，或者是一個思維。
對，就是讓自己是一個呈現一種最大的價值，這樣。剛剛應該回溯得到那個起源是來自什麼嗎？就是為什麼會有面對這樣的事情？嘿，感覺我人生上過會做的，都做都差不多的。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人的感受會比較強，就是有的時候我們看人受苦的時候，就是會有感受嘛，就從小就希望世界和平嘛，所以你就會想說，哇，那如果能夠讓人家就是不要那麼苦，或者是有一些幫助，那不是很好嗎？对啊，因為我們看人家精神受苦或什麼的，你會難受嘛。可是如果我們借由圖畫能夠安慰人心，可能就是我們可以為這些人或者是需要的人有一些這樣子的就服務這樣。對，我知呢。我感覺可能嗰種藝術家心理深處可能有一個東西啦，不過他們搞不好自己也沒有發現，因為我感覺。嗰是冇想要囤太家溝通嘛個事情，你都寫日記錄好呀，你寫日記嘛，你畫了自己看嘛，你就不用讓大家知道。可是拿出來耶，它要有個什麼功能？那是因為因為我在這個歷程裡面，所有的一些很多的疑問，其實我都有找到答案了。那所以我這些就是可以把它分享出來，這樣我覺得不錯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理念啊什麼的，可以借由圖畫把它具象化呈現出來，這樣子。因為從這問到幾道很難回答的問題，你這個可以請到因為沒有大人可以告訴你。對。請到大問呢，又發現講，這種也是普世性的問題。剛剛對，最後我會發現講所有的問題答案都在自己身上，就是說了解自己非常的重要。而且要非常深層的去了解自己，然後要幫助自己完整自己的內在。然後你有一個很豐盛的心的時候，你就會遠離恐懼，就不會去為了填補心裡的那個缺口，然後去抓一些跟自己完全不匹配的人事物來填補。對。那所以這些其實很重要，就是從認識自己開始。是深層的哦，然後真正的去面對自己那種，這樣子的話呢，你才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自己的人生要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那周圍的人也會因為你的對自己的了解，也比較知道怎麼樣跟你相處。因為很多人你看他很難相處，其實是因為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要的是什麼。然後旁邊的人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對。所以了解自己是一切的根本，我覺得啦。對。你是藝術傳道者呢，你很適合開課哈。如果用一幅畫，你講出人家的理念，我感覺幾好。還有人要了解這個藝術，其實可以同人來談述。對。比如說，他把你看到一幅畫，他會給你一些你講的體象。會提醒你。有的時候有一些療癒作用，有一些比較敏感的人。看到這幅畫的時候，他說有被電到的感覺。對，我覺得有可能哦，可能他是可以傳達那種訊息。還有其他嘅畫嘅故事，我來聊一下聽過，都從來節目現場來請教劉顯儀畫家。非常多種來福起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畫家劉顯儀先生。好多家是有對頭前開始看吼，你會發現講，我擅自主張吼，龔老師係藝術傳道者，確實呢，如果唔對畫延伸出來所講嘅，人愛去認識自己，也個講啊幾好呢？你很會講呢，你知道嗎？你知道這件事嗎？我覺得今天沒有講很好。唔講啊幾好，就可能唔嘅畫可以提倡大家，唔講嘅畫嘛可以提倡大家。主持人嘅感覺，幾好呢？都係會提倡，有個唔講嘅提倡同療癒，我感覺旅遊
你的畫跟畫都有達到一個功能啊，沒有？我是希望這樣子。可是有呢，俺哋今日看到網上的商服，也係一系列嘅一組的花，佢定陣的咩位？對俺哋小解一下，能唔能有俺哋嘅作品？三幅都百年好合系列，那因為百合花還能象徵和諧嘛，那通常百年好合是比較在祝福新人的時候的一個祝賀詞嘛，哈，我們人就是跟動物、跟植物，或者是跟大自然，甚至整個宇宙的一種和諧共振，我是用這個來解釋百年好合，對，所以呢，這個為什麼我用玫瑰來當主角，是因為我覺得貓好像過得很自在，就是說它也沒有偶包，對不對？做自己，做自己，就很自在。那像這一幅的話，我要表達的就是和諧嘛。然後這個是中間這一幅，就是跨物種的一種，也是和諧這樣子。然後另外的話呢，就是陪伴啊、默契啊。那我這個比較不會去強調這個是一定要是男女之間的感情什麼的，它是一個廣泛的一種愛的呈現，一個和諧的一個表達。這樣子，對。重點是在於就是說跟宇宙的和諧共振，所以我把百年好合重新的解釋。嘿呀，很可能假使俺哋按嚟唱看的花，就會有一個療癒感。有假說你的解釋，頭多移民俺對我們老師有辦展覽，不過老師講還前辦個展，你的個展應該你要講很多話哦。好，魯米波魯可以講嗰度故事，還講你做嘛給熊會發，你的動機本身就是很好的故事呢吼。我係做嘛要畫安尼圖畫，因為就是我希望也個對你有好的影響啊。係啊，還有老師你嗰種還有會團員呢八字啊、能量定制化嘛？定制，嘿，給很用嚟開始的喏。就是有一次啊，我送一個呢八字的課，我能欣賞還呢。以道教為基礎的嘛，然後我們發現說，哎呀，每一個人的八字都不完美嘛，那總是太過與不及，都是一種不平衡。那老師呢，就借着這個以道教為基礎的那種八字的理論，然後配合自然的那個生生不息的一些五行的元素，然後把個人的一個太過與不及的東西，可以用圖像。然後去補齊它，這樣子。那也就是說，我們的那個出生年月日，我們沒有辦法決定。可是不足的地方沒關係啊，我們用圖畫來平衡它。然後呢，我覺得這個也蠻有意義，就是好像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做了一件事，就是來表達對自己的祝福。沒有人唱來提拔。有哦，係哦，咁佢係用色、用顏色來去評分，還係也不是。比方說，亞人影可能他出生的月份太冷了，老師可能就會用紅色的花來表達，就是他需要溫暖嘛，他需要火，然後用紅色的法來表達，這樣。咁係有人講愛團眼夢畫到花底波呀，做的啦，對，它給底波有幾多很不錯的含義，但是那個是我的老師的專業啦，但是就是還蠻多題材可以畫。不過有人問我講啊，作為一個畫家，你弄幾天唔會按你發，唔會感覺會不自由嘛？這樣子，那我自己是覺得不會啦，因為我畫的目的就是希望每個人都很好，所以呢，我覺得這裡面也是包含了一個服務啊。如果這個畫對他感到就是他感到很安心，或者是他覺得很歡喜，對於有一類祝福的含義，我覺得這個作用比較大。所以我自己是不是我的興趣或什麼的，我都覺得沒有那麼的重要，因為我本來就是以服務為出發點的。剛剛你有數到過特別的願望嗎？還好啦，就是有啊，每一個都很特別啊。比方說有的人希望以神法能夠歸平靜，或者是有的人希望以穿胎潛，這些都是啊，都是什麼願望都可以。所以我覺得其實道教也蠻有趣的。對，就除了講
同老師有關的以外，你平常畫嘅都係唔自家有嘅靈感上去畫？有哦，幾多靈感？幾多靈感哦？哦，從來不愁沒有靈感啊？不愁沒有靈感，係咪？就是我們生活之中啊，每一都會有很多跟人的接觸嘛，然後或者是別人的故事，還有自己的感觸。你只要關注你的每一個起心的動念，其實應該都會有蠻多的故事啊。對，就是說你關注自己，我在跟你談話的時候，你可能講到某些話，我有什麼樣的一個感受？那為什麼我有這樣的感受？那我們一直往下去探索的時候，你就會有得到很多的一些收穫。所以其實生活裡面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學習的。因為你從細就講書會強的人，阿嘎是你又願意去深挖，就有幾多東西可以表態。就像我們常常會挖掘那個周圍有很多很美的東西，可是幾多人都歸莫罕，他們人都關注講，哎呀，路卡莫咪啊，要存錢啊，要做嘛個這樣。那其實呢，你可能家裡走出去2-3步，你就看到轉角的地方有一些小花盛開得很美，那你可能沒有心情去欣賞。那其實呢，處處都有很美的東西。頭都冇6個時間沒有講到吼，就老師人家2-3年幾多米咯。幾個人生發過冇共用的吼，一定冇限呢。我沒有背得起那個協會名哎，你應該喊講每一個小皮的理事長係冇？是執行長，高雄市農村生態休閒觀光發展協會的執行長。因為離開米農幾久嘛，再都轉來，幾多人可能會有適應上的困難，可是你好像沒有呢吼。沒有啊，我按太陽樣離開米農，而且我對米農的生活都過得非常的開心。對，我有一個非常好的快樂的童年。所以如果說我離開美農之後，對羅貝如果遇到什麼挫折啊，什麼痛苦的事情啊，有的時候我想到美農我們家後面的那個山那個田園，我就得到很大的療癒耶。對，所以我覺得我對美農是很有感覺的。你以前睇台北的時間啦，我想過我有一年我過來哈。有想到，但是冇想到我按做就回來。本來可能我想講退休誒，過老一些啦。人都轉來。更加呢2-3年前呢都轉來，唔嗰種也唔講交幾多朋友。對啊。幾點用你嘅想法啦？更加嘅想法。我以前對台北唔前回來嘅時間，我想講啊，對安老嘢的地方，回來米農安靜哈，會不會覺得說？心情很稀微，會不會安靜的時候會覺得很悶？然後呢，會不會就有很多的一些覺得沒有把握的一種想象？結果沒想到回來以後呢，發現大自然真的很療癒。因為啊，那邊的陽光普照，尤其是像現在冬天的時候，是季節最好最舒服的，就是亮亮的光。可是呢，卻暖暖的陽光，然後涼涼的風，而且呢，空氣裡面還有香香的味道。然後你走出去，就算沒有人，你都會覺得歲月靜好那種感覺。那我的同學啊，也都留在我國中的同學，他們很多都留在美農、務農啊，或者是就是養雞啊，或者是那個蛋農之類的。那所以這些同學只要我找他們，他們也都會出來聚會啊，大家還是聊到小時候的事情什麼的，都是蠻開心的。所以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樣，就是我的擔心，都是多餘的啦。因為回來以後發現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所以我都跟台北的朋友說，快點回來吧，真的不錯，很棒，這樣子。韓國人睇亞迪波也是特別的存在，就。有愛今日短暫的屯大嘴鼓，韓國唔嘅花，都變啦，可以上可見的挪威有幾多朋友。如果屯人工嘅花，大家都會講我個奇妙啊，屯大家平常時談嘅冇共用嘛，咁有談過，可能新朋友也算，都轉來過還有你嘅老朋友，你就講係連展嘅時間，觀眾他們有給你什麼特別的回饋嗎？如果跟你的話，還夠跟你的亞根人搞北，他們有覺得你是怎麼樣的人嗎？你說新朋友嗎？都可以，或老朋友對你的新發現。
這個就要問他們哦，我也不太知道。但是通常跟朋友跟他，我有的時候也是蠻搞笑的啊。对啊，那我也不一定都講那麼多這種東西，還是要看啊。有些人他對這個話題、這個議題是比較陌生，他不一定能夠聽那麼多。對。不過剛剛尋到一個最好嘅審發的方式，好，就係按你繼續下去嘛，吼，唔可以聽我太多嘛嘅冇排完咧，因為更加路睇做唔想去服務嘅事情咧。對，我剛剛發圖的過程真的很享受，對，那這個生活就是這樣子啊，這樣很充實，對，而且我做的事情除了是自己喜歡的，而且也服務到別人，那我覺得很好，對，很有意義啊，人家看起來蠻完美的哦，當然不可能真正那個所謂完美，可是感覺已經是很完美了。就能夠照自己的心去走的話，是還蠻不錯的一件事情。這樣，因為非常歡喜，謝醫先生可以來同我哋打嘴鼓，我對人家好多嘅嗰度，非常感謝。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多謝。咁觀眾朋友，稍後來冇轉台哦，聽到先生好好運通。觀眾朋友，有請許多福喜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還有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最新消息。